各位早晨，今日係10月14號星期一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小珍。早晨，嘉怡。嗱，重陽假期咧都幾乾燥啦，燈高數目都要小心火種。係啊，咁啊小心防火啦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嘅。咁預測咧係大致多雲，有一兩陣雨，最高氣温大約28度，吹清勁東至到東北風，離岸吹強風。咁展望未來2、3日咧風勢頗大。今個星期嘅中期天氣較涼。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各位早晨，今日係10月15號星期二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小珍。早晨，嘉怡。今日天氣差翻啲喎。係啊，今日咧大致多雲喎，早晚咧會有一兩陣雨嘅，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咧大約係29度，咁吹清勁東至到東北風嘅。展望未來1、2日咧係風勢頗大，朝早天氣較涼。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。各位早晨，今日係10月16號星期三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小珍。早晨，嘉怡。天氣麻麻地。係啊，今日咧係大致多雲嘅，朝早天氣咧係清涼，以及有一兩陣嘅雨。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，最高氣温咧只有大約28度。風勢方面咧係吹清勁東至到東北風，離岸間中吹強風。展望未來1、2日，朝早天氣較涼。睇睇今朝嘅新聞提要。各位早晨，今日係11月2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曉容。早晨，嘉怡。嗱，1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緊啊！週末期間天氣情況點呢？咁天氣咧都係麻麻地㗎，預測咧係大致多雲，日間稍後有幾陣嘅驟雨，最高氣温大約27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。咁稍後離岸吹強風，海面有湧浪。展望未來1、2日風勢仍然頗大，同埋有幾陣嘅驟雨，海面有湧浪。睇睇今朝嘅新聞提要。各位早晨，今日係11月9號星期六，歡迎收睇香港早晨。早晨，文怡。早晨，嘉怡。週末期間天氣有冇呢？咁啊，預測咧初時嘅天氣咧都係大致天晴嘅，咁但係部分地區嘅能見度就會較低。日間啊漸轉多雲，最高氣温大約27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偏東風。咁展望星期日同埋星期一，風勢會幾大，同埋有幾陣雨，海面有湧浪。睇下今朝早嘅新聞提要。